乡亲好，我是喜丽玲，大家党主食足食饱嘛。今日呢，是讲和党主边呢有出去老辈，像爱买片刀、买东西，冇出去行行了了的乡亲朋友呢，就会发现讲老辈食材系落个黑蒙钓鱼，有人呢爱去买东西出去做些事节。当唔理偏，因为呢，一下一个天时方面，还有一层贸易方面挺妥妥台湾双空，古早上会按呢落黑蒙钓鱼，尤其像一期还进来进空台，因此希望叫爱提倡拖延鸦片呢，出来发布为一种假美式嘅好意贴补，其他呢有10个位人士还发布为一种黄色嘅太意贴补，夹来关心看呐，从亚拜嘅贸易方面会影响到拜5、拜6。还要注意的位，马介内容。基隆外说，云林台市部分所采已经开始饮水，民众价格同驾驶贴高，就是有并不卡度。24点钟度，云林台市累计机量已经超过130毫米，基隆某天继续推唔起。房间嘛是哟，房间这间嘛是贵的，袂当你啦。头巴东主街市团南市未落太子，团南安平投资点钟度就落外60毫米嘅机量，气象局发布后期提报，主要提倡云林而注意后期，团南以北宜兰澎湖地区未有部分地区未落太子，日前方面同台湾府区持续停头，各地天气到下礼拜2之前拢唔稳定。明天随着锋面稍微向南移动，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长。那么星期4开始，除了滞留锋面影响以外，西南风也逐渐增强，更输送更暖湿的空气到达台湾上空。因此，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天气不稳定的情况更为明显。拜四起时，西南风增强，含有天头方面，高铁界至为落寒较大，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机会超过好几等级。气象局提倡，天头方面同对流群内发电冻结，而注意短时强光子同向雷公炎冷可能带来嘅灾害。天气变化急，而留意气象局会随时更新嘅直播资讯。记者新加朋友组综合报道。新闻头度一片的园林总铺体起附近的食材系落嘅黑蒙钓鱼，还出现的饮水饮到一个极难度鸦片的情形。针对一个气象局发布为天时贴补呢，我提醒一下拖延师，因为系一种假美式嘅好意贴补，提醒拖延师的乡亲朋友一下要注意，有的蔬菜以为落到太麻麻，出现的太意。或者是好意嘅等级，另外一提醒土石板铺，韩国呢东北片宜兰离岛嘅澎湖，有啲蔬菜强怕咪会落太热。韩国呢乡亲朋友一下就要注意，因为贸易方面造成讲天时气唔稳定，可能会强心各地会有向雷公，还有呢会有强阵风嘅情形。较大农嘅蔬菜就要防会有饮水嘅情形。古早乡亲朋友一直到礼拜2日，还是受到天头方面嘅影响，全台湾嘅天时都唔稳定。还有一个指挥中心等等就来开记者会嘅，现代乡亲朋友来关心到亚博嘅受到疫情嘅影响，食材各行各业出现嘅动态嘅也唔稳定性，尤其一个劳动部公布为清醒嘅统计，呢是全台湾一下了无薪假乡亲，一下唔知有几多啥么？呢是清醒嘅统计，了无薪假嘅休息劳工已经超过为2万3人呢，也就是呢，清楚嘅数目是现时全台湾有1189间嘅企业，韩国呢全台湾有21067人，也下系减班休息，也就是一般讲嘅无薪假。古种呢各行各业受到为这么大嘅影响，尤其像一个土油业、旅游观光业，加条食材讲啊，苦都讲唔出来，来看啊。1个月3、4团到完全没有团带零收入，对我来讲大概1年就差200多万啊。本来一年差不多是赚200万嘅日本团投就2吹，引起日本疫情是冇收入的。但是不看还有5个生意外后，国不将新强纾困金，各减财去做，万一送件。现在目前一天骑大概10至12个小时，2000块还可以啦。我3月一整个月都没有回去，3万多收入，他现在就砍半1万多，那这1万多基本上都是接打工之类的。礼拜本年会影响到全球经济。考虑到民众一下讲财务情形很棒棒，股市受到动态影响，疫情中心要出来开记者会，带乡亲朋友去到现场来看。朋友们，大家午安，好，那谢谢大家，好，仍然持续锲而不舍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我们今天出席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副指挥官以及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尚存副校长召集人，
那同时在指挥官的左手及右手侧，那另外还出席的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现在请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仍然是维持着零确诊。好，那累计有401人解除隔离。好，那可以讲这2天跟大家报告就整个我们的一个防疫我们大概在期中考到现在连续这样的一个确诊的一个零的一个情况。那也确实我们的社区也是慢慢的平稳。那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大意个人的防护还是要做好，养成我们的健康行为，例行防疫新生活。那接下来就是期末考了那当然到期末考就一定是要有相关的疫苗，要仰赖我们的相关的科技的一个进步才能够把这个病毒能够把它从我们的周边把它危害减到最低。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的也去像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相关的药业的公司去看。那台湾其实这一方面也是有蛮多的一些进展。那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跟政府能够保持高度的一个合作。那可以看到几家的一个这些相关的生技的公司，其实看到台湾的相关的产能产线应该有相当的一个准备。那至于呢会哪一类的疫苗最后能够上市，那我相信那个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不过大家陆陆续续开始要走上临床的试验，那我相信也可以对未来疫苗这样的一个希望带来一线的曙光。那不过在那之前仍然我们的防疫的新生活仍然要把它做好。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稳定安全。好，那以上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你好，民事提问。指挥官上午有在受访的时候有提到说，台湾仍然无法参加 WHO， 但世界已经看见台湾，也需要台湾。那想请教部长对这句话的含义。那第二题想要请教，北市府说酒店副业要完成公安、消防合格检查，落实实名制，还有专人受训这3个要件，但是他们有特别讲说社交距离是办不到的，希望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疫调对象。那指挥官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谢谢。好，我今天早上讲说，当大概3年多，现在应该是3年多一点了那时候上任的时候，也差不多在这前2-3个礼拜，那时候我就开始来讲说，我们该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不但是我们是需要 WHO， 那也要让 WHO 也需要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WHO。需要台湾，台湾也需要 WHO。那当然，在这一次，大家看到，其实世界上都看到我们这样防疫的一个模式。那前2年这因为世卫在推动这个 universal coverage， 所以也看到台湾在健保的成就。那今年更看到台湾在防疫方面的一个成就，所以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喊出台湾模式的这样的一个防疫，那希望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经验。就好像昨天最明显在美国卫生部长在演说的时候也再三的也最后也提出来就希望能够世界能够跟台湾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成果。那也呼吁世界不应该把这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忽略掉。那至于说台北市，我看了一下他们提出了几个的方向，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对的那在一个能够管理的前提之下，那来做开放那我也祝他们能够成功。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我这边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传出台铁局研拟未来不会开放台北车站大厅驻足停留，然后网友不满，然后这礼拜6要发动塞爆台北车站大厅的这个活动。现在就是像主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在要进入期末考，那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种群聚活动，对防疫是否会有影响？未来在防疫新生活前提下，指挥中心会怎么建议台铁开放大厅？第二题的部分是指挥中心在1周前有提到试办开放250人规模的婚宴会馆，然后因为6月会进入结婚跟宴客的旺季，目前有没有规划在哪里试办？有没有其他推动认证安心餐厅的规划跟时程？谢谢。看病，认真看病。你说最后一个问题。250人规模的婚宴会馆，然后安心餐厅的规划跟时程。好，我相信在开放的时候哈，那对每一个步骤开放的一个步骤跟方向，好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好，但是我当然认为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是非必要的一个群聚，我们还是要避免哈。那如果不能避免的话，那还是要严格的戴口罩。那婚宴要示范，我们就250人的，那现在已经，我想大家各个的大型的这些宴会场所也都已经做相关的准备，那我相信会顺利的进行。那只要这样的情况进行的顺利的话，那也许我们会再更开放一些。不过大家得知道，我们对于这些相关的开放，我们还采取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来。那至于在探病的这一方面，目前因为现在开放了以后，没有听到就是说有其他的反应，如果还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来研究。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题想要请教。第一题就是针对部长日前提到长保费的事情，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有表示认同，那也指出年轻世代缴的钱给老年世代使用，可能会调整的话可能会引发世代冲突，那这部分部长认为该如何解决？那除了长保费，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第二题，如果接下来持续是零确诊，没有本土案例，那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会不会考虑减少开的次数，以及会不会从1级开设往下调整？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国际的疫情仍然是一个紧绷的情况，所以在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要把这个指挥中心降级的事情。如果国际的疫情减缓，那可能就会往这边来走。那至于在调降保会有世代的问题，其实这可以跟那时候我们之所以比较不是那么赞成长照用保险的方式来做，就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因为人口的一个结构的改变，让下一个世代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那时候我们认为说不应该再来，也不是说不应该了，就觉得在往年轻人身上在做加重的负担，恐怕不是那么的适合，所以在长照就没有就比较没有思考，所以用公务预算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那至于在健保要改变这么大的一个结构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还没有那样的必要，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的形式来做。那至于我相信对于整个健保的困境，我想是不分党派，从非常久以前，我想杨志良前署长、吴凯勋我们的以前的相关的规划的人很多他们都对于整个社会保险怎么样在既有的或是在当初所设计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我想讲是一个社会保险量能付费，那平等的健康权这样的一个精神下面来做各种的改革，大家都会来支持，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会一起来提供宝贵的意见。三例提问，想请教一下劳工纾困贷款的部分，因为受理案件非常多，那如果以每天超过5万件来算的话，预估下周一又将面临超出额度的问题，那目前会再开放加码申请吗？你说会不会超出那个原来规划的一些预算的额度？好，那一部分大概我们会无论怎样都会把预算找出来，只要是有需要的，照着程序来申请，通过之后我们一定会发。那
那中视提问，想先请问一下，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有服用奎宁和芯片去预防新冠肺炎。那我们知道奎宁有一些心悸等等的副作用，另外芯片也会有头痛、恶心的副作用。请问服用这两者真的会有预防新冠肺炎的效果吗？那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再来想请问说，美国吉利德药厂的疫苗传出实验结果不错，很有可能可以成功对抗疫情，所以让美国的道琼指数上涨超过500点。有没有想请问指挥中心对于这个疫苗有没有一些了解？那最后想请问口罩解禁的这个部分有定时程了吗？接下来有没有哪些开放的计划呢？以上，谢谢。好，有关于预防用药的部分这个也是还是好，有关于预防用药的部分，当然在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几个设想的方式来，是不是在接触以后，然后用这些药物是不是有预防效果？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需要等真正的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公布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疫苗的部分，先前应该也跟大家有做过一些说明。那没错，在全世界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可能被开发中的一个疫苗，正在各个开发到某一个程度当中。那也有10种以上的疫苗已经进到所谓的临床试验当中。那最近美国公布的某一家药厂那公布的他们的疫苗在第1期的临床试验，看起来效果是有蛮不错的一个结果那不管在比较低的剂量或中等的剂量，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注射，分别有15位的受试者。那初步看到副作用还算是小。那此外，它的产生的一个抗体反应是看起来是相当的不错那所以这家公司有初步这样的一个结果公布，也许就是让大家觉得蛮有机会在短期内是不是有在疫苗的发展上可以有好的一个结果。好，那至于相关的口罩的政策，像我们的库存量基本上是蛮水位所以我们现在也基本上积极的寻求一些仓储希望能够这些口罩有地方放。那未来走向开放，这是一定的只是在这个时程上面我们大概也是要一定的步骤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方向有几个不变，大概就是走向一个先定额征收那第二个让我们的战备的库存量能够满载，然后第三个就是能够有力量可以来援助其他的国家那这几个方向是不变。那至于在定额征收或怎么样来及早的能够发展这些外销或者在内销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通路，那经济部现在正在跟我们的口罩国家队相关的厂商再来谈至于定额要怎么样来照比例来定额做征收。所以大概我们的口罩要外销，那也是很快的就会启动。那另外走向开放的路之后，那在未来我们认为国家还是有责任像各种的防疫的战备物资做适当的储存，那国产国用那也会朝着这方向来努力。长官好，东森新闻想请教，新北市他们有自治审核的手册，说是可以帮助基层加快他们的审核速度。不过有数据显示，昨天出来是说全国核定率最高是新竹，再来是桃园，第3才是新北。所以指挥中心这边认为这样的手册有制作的必要吗？谢谢。昨天就跟大家报告过，这个手册是中整相关的一些发下去的公文跟 Q&A。那地方上如果觉得说把它制作成册会比较容易翻阅，那能够有这样的精进作为，我们也不反对。那至于就是说每一个县市大概有人力的问题，还有审查的速度，那未来我们还是会定期的来公布这些审查的数据跟相关的一个
好相关的一些申请的人员，让大家明白。好，那也让大家能够互相砥砺。那有人做比较快的，也许他的经验可以让大家来分享。TVBS 提问，想请教关岛预计在7月时候旅游解封，打算把台湾列入首波欢迎国家优先实施这个免签证计划。那想请问关岛有和指挥中心这边联系吗？那指挥中心这边有掌握当地的疫情状况吗？那如果说这个免签证计划实施之后，国人从关岛回来还需要隔离吗？谢谢。现在当然，我想愿意对台湾做这样的一个监管能够放松的一些边境的管制，我相信会有很多，因为毕竟台湾现在是相对是安全的。好，那不过如果根据对方的相关的对方的，虽然他放松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很安全嘛。好，那如果那边有相关的疫情的话，那现在回来，我们大概目前来讲，我们在这监管目前还没有要变，尤其在旅游的这一方面。部长你好，几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就是，昨天 WHA 开会，我们没有参加，这非常的遗憾。可是 WHA 却放了中国领导人他的一些影片，然后当中他提到就是说，要公开透明，中国本质的公开透明，然后要负责任的态度，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在世界卫生组织在谭德赛的引导下呢，能够有非常大的贡献。那这个不知道指挥官怎么看这个谈话？第二个还有一个是，有14个国家有在会议中有提到，就是说支持我们能够参加实体的会议。那我想问说，之前我们一直都是用 Chinese Taipei， 那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台湾的名称直接进去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可以进去的话，我们会不会坚持名称作为一个底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有说口罩要满了嘛？有没有可能配发到，就是说1天1片，让民众1天1片这样，不是14天9片？有没有可能1天1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武汉他们现在又重新检验，那我们看到画面的检验的方式都非常粗糙。那他重新检验有没有代表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再爆发的可能？然后武汉我们会不会针对武汉或是大陆的相关地方重新检视它的疫情的发展状况？这样。武汉的疫情，等一下周文祥要不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哈？那至于我想就是这次大概 WHO 这个我们的秘书长跟中国相关，我想就是习主席这样的一些在世界上备受检验那所以相互取暖这也是免不了的了那因为世界各国也很多人提案说来就是说彻查 WHO 在这段时间对于疫情是不是有把它做适当的一些公布跟处理所以双方互相支持一下，我想这是应该的了他们应该的了那至于我们未来的名称，我们大概还是会坚守就是说既有的一些相关的国际上可以使用有使用的这样的名称，那从这里来思考哪一方面最不会被矮化，以这样来做争取。有关武汉的疫情那就说他虽然在1月23号左右那有一起很大的一个疫情，但是他们有用封城所以最后我记得他们大概是5-6万人，还是就是那个整个感染率那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只有这5-6万确诊？这当然是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研究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有1000多万人那如果真的是只有这么少的人感染的话，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以这个疾病的话，COVID-19， 那它通常大概它就是一个人就是如果感染一个，通常可以传染2.2，就是它那个基本再生数大概是2.2左右。那平均可能这个整个群体可能要55% 的这个人都有这个免疫力，才可以避免说有任何的
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任何感染，就不会再传出去了。所以也就是说，以他目前这个感染人数不管是不是只有目前台面上的5-6万，还是说更多一点，但它总是不会达到这所谓的55%。那只要任何一例的个案，就说因为它解封之后，那有任何一例个案可能发生的话，那都可能造成它内部的一些个案在发生传染哦。所以这不只是会在这个武汉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虽然有之前有做这个封城之后，那避免这疫情的一个传播，但只要它慢慢的这个解封了之后。这个有些这个个案就有可能，因为它的整个群体免疫力不是没有达到刚刚讲的55% 左右，那就会造成一些感染了。那这当然都是对后续所有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它如果要开始说要解封，或是说开放他们边境，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些因素。谢谢。我相信在中国的疫情当然是比他宣称出来的规模要大很多了像他们自己的一个专家学者也是这样讲，说在初期的时候在下情不能上达所以很多的资料是被掩盖住了。但是经过中国这种非常强烈的这样的相关的封城跟小区的这样的一个封闭，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了那不过在开放的同时，就如同我们在看自己的疫情一样，说这样的一个开放之后会不会对社会带来伤害，那看起来现在是有一些零星的那还有一些小区的一些封闭令人担心。但如果真的只有那些情况，坦白讲我也认为说不需要那么多太过于担忧了毕竟没有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的传播但是就是怕就是说又有第二波的一些引力为了要复工顺利，然后现在是 WHA 在开会的期间，为了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状态看起来平稳，是不是有第二波的引力，那我们就不敢说。但如果以他们现在所公布出来的情况那我认为是不需要太担忧。但是由他们的这样的习惯性的引力，那我们提高警觉，随时注意，那也是应该的。你好，台湾情报提问，已经连续12天无确诊，但是还是有32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麻烦指挥中心给我们更新一下他们的近况。那最长的隔离多久了？接受治疗的状况如何？谢谢。好，最后还在留在医院里面的那大部分都是因为还没有达到3采阴的结果，那继续留在医院里面。应该我们最后曾经跟大家报告过，就是有2个呼吸器，然后有2个使用叶克膜的个案嘛，那其中一个叶克膜个案上次跟大家报告，当然遗憾的不幸过世。那另外一个叶克膜跟呼吸器都非常顺利的移除了，然后所以他正在最后的复原期间。那他当然也还没有达到3采阴的程度那目前为止，唯一一例就是还在使用呼吸器的个案。这个使用呼吸器的个案，其实他先前已经脱离过呼吸器了那也已经是解除隔离。那可是后来在还没出院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后续的并发症，就是有一点中风的现象出现，然后才又把呼吸器再接回去。那现在也正在脱离呼吸器的过程当中那其他的个案目前状况都是非常的不错，那就是几乎都是在等着3采阴的一个状况。长官好，年代一电视提问，想要请问一下，在法国有小男孩确诊新冠肺炎，然后初期症状是类似猩红热，想请问国内有类似的症状吗？那武汉肺炎跟猩红热两者的差异是在哪里？那台湾目前有没有对于猩红热的最新观察？那另外一题是说，
商务人士入境放宽检疫期的目前研拟状况有没有最新的讨论进度？谢谢。好，这个小孩子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以后，先前都说他们基本上症状都是非常轻微嘛哈。那后来有几个国家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学龄前或学龄儿童，那发现他们感染过后好像会出现川崎氏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些川崎氏症的表现，除了心脏血管系统的以外，那还有比较多有可能其他全身性的一个表现，包括皮肤上面的一个皮肤出疹子的一个现象哈。那这些在我们国内，我们因为小孩子的个案非常少，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您刚才问的说，如果最新的报道也是类似猩红热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疹子的出现，那在我们这边当然也没有看到过了。刚好镜头很提问，今天韩国媒体有报道。这刚好那个有报道，就是有关于那个富阳的。哎呦，现在有了，现在有。哦，拍谁？我看大声。就是韩国那边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媒体报道，就是有关于那个富阳的患者，他们现在。他们官方的看法是说，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传染的能力，那他们做检测病毒其实已经都没有那个传染的那个途径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们这样子官方的一些结果，对台湾目前之前提到说台湾有4例是这样类似富阳3彩营州在富阳的那个案例，我们的政策上面会有因为这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他想请教，那4例就是关于富阳的个案，目前是否仍在隔离当中？那如果他们已经有解隔离，他们解隔离的天数有比之前已经感染的他们的天数有比较短吗？谢谢。好，那个我们的富阳的个案呢，很早就跟大家报告，有3个个案很快也就3彩阴就出院了哈。那所以他们确实大部分个案其实是比较快就解除隔离了哈。此外当然也跟大家分享的可以说就是我们有几个个案就是包括说最后一例案440哈，那他也是国外已经2彩阴，然后回国，然后又被我们采检阳性嘛哈，那这个阳性个案后来他也是住院以后马上接着采，很快也就是3彩阴就又解隔就出院了哈。还有我们的磐石舰最后也有一些个案，也是到最后的时候要集中检疫结束以后，然后又被我们抓到，好像又阳性。那时候也跟大家报告，这就是那种尾端，已经在比较尾端，大部分时候可能是阴，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检验阳性，然后在追踪，然后又变阳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里面也好几个也是。进到医院里面以后，接着采检也很快都是变成3彩阴就出院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就是后面的10阴10阳或是2阴以后又再阳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就像先前跟大家报告，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个案，基本上他体内第一个病毒是已经培养不出来，所以不太具有传染给其他人的机会，然后
那我们只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是一方面也跟大家报告过，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是我们目前的量能都还很足够嘛，或者让他多待在的医院一段时间，让他3采阴以后，那回到社区，在家人、社区周边的邻居大家都比较安心，那也是一个好事情。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几个复阳的个案，当初跟大家报告说，他回去以后只有接触到他家人，因为他回家还是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家人基本上也都没有发病哈。那这些家人我们去也帮他做采检，也都是检验都是阴性的哈。所以这边也当然有一些证据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个案出院以后，即使好像会有复阳被我们PCR 再检测出来，可是他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确实不会再传染给其他人。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相对现在一些比较好的讯息了哈。我们知道在时间上往后走的话，其实它纵使有这种 PCR 的阳性，那可能培养不出病毒，或者它病毒量很低，那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传染的危害相对低。好，不过这是现在大家都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还应该有更大规模的一些统计跟一些科学的证据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运用这些资料来订定我们相关的政策。非常不好意思，刚刚有一题没有答到，就是商务人士入境要放宽检疫期，目前研拟的状况有没有最新的讨论进度？谢谢。有，那都快要定案了哈。不好意思，想要再关心一下那个关于刚才张教授有说到在用呼吸器中风的那位病例，想请问一下他是不是他的年纪大概多大，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病的病史，然后之前也有一些国外研究说这个病毒会伤脑，所以会造成中风，那国外也有一些是误判为中风的状况，那想请问一下张教授，谢谢。这个我记得年纪也有一点年纪哈，不是70几岁了哈。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至少知道的，我们确实有2个个案，至少2个个案，然后因为我没办法每一个个案都非常清楚，他后来有确实发生中风的一个现象哈。那不过国外的报告当然确实发生新冠病毒感染以后，有一些个案会发生凝血机制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它的比较容易发生血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这些当然就是容易造成我们这样子发生中风的一个个案的机会了哈，所以这个还没有详细的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自己个案的资料，那不过可能跟国外报告的这样子会血液比较容易凝固的这样的一个高凝血的状况，也许是有相关的。那个不好意思补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有特别 WHO 那边应该是说今天晚上到上次的这一次的会议有提到说要追溯来源呐，那追溯来源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想要请问一下部长的意见。第二个还有刚刚的口罩，那第三个有没有是想要问说张教授，就是说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血栓的事情嘛？那在我们有没有针对现在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慢性病的病患有做追踪，他们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伤害程有没有伤害程度加重或者怎么样？有没有做相关的追踪或者是调查这样子？就是说，目前来讲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来查这个来源。好，基本上对未来的疫情的帮助大概是不大了哈。对这一次的疫情，就好像我们那时候说，我们那时候在查一些就是说追不到来源的，要不要往前追？
好，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这个来源的追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但是对于世界整次这一次的 COVID-19， 好，这样的一个来源从哪里来，这样的一个传染的一个路径的情况怎么样，那是对未来我们在对于传染病的一个控制，好，跟那发展的相关的模式，那是会有帮助的。把一个疾病的来龙去脉把它弄清楚，那对未来的相关世界在这种公共卫生的议题的拟定，好，是有帮助。但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好，有时间可以做。好，但是如果大家整个公卫界、整个医疗界都还在忙的时候，可以让它更稳定的时候，再来把它追查清楚。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台湾自己的病患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潜伏疾病，第一个，我们其实中高年纪的病人并不是非常多了。我跟大家报告过，其实我们是年轻病人是最多的哈。所以中高年纪的病人里面，当然他的潜伏疾病里面还是糖尿病、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哈。所以比较厉害的心血管疾病的个案，其实我目前所知道的应该是不是特别的多。那这些个案出院以后，其实在各家医院里面，他都会回诊再继续追踪。那目前我并没有特别听闻到说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以后，让他的心血管疾病变得更加严重或更加恶化的一个状况。指挥官好，中央社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刚才您因应这个台铁大厅开放议题的时候，你有说，非必要的群聚应该要避免。那如果不能避免，要严格戴口罩。那现在疫情相对比较平稳嘛，那开斋节要来了。那过去呢，移工都会利用这个北车大厅聚会，所以想要跟指挥官确认一下，我们对于北车大厅开放民众席地而坐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只要严格戴口罩就可以开放聚会？这个北车大厅的开放，这属于这个在这个火车站的一个管理的权责。跟我们在疫情年，我们就建议说要有这个一个社交的距离，要不然就是戴口罩。那至于内部这要怎么样管理，合乎民情跟大家的需要，那我们就会请这个就是北车大厅相关的单位去研究。指挥官好，3个问题，一个问题请教就好。未来1个月仍有3个疫情观察点是需要严守的，这是周刊的说法。他们说台湾在内部的话，6月底会有端午的连假疏运潮，然后远洋渔船回来，5月底到6月间有返台潮，再加上周边国家的疫情如果持续维持高峰，在边境如何适度开放下才能维持防疫强度？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有这个放假潮我们在国内这样的一个疏运跟洗牌我们大概经过2波基本上都还算是安全我们社区的安全这应该没有问题。那第二，远洋渔船的回来基本上相关的规划也都做了，那我们的相关集中的检疫或检疫的旅馆或相关的这个船东这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安排，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规范。那至于在边境，大概那个时候不会做这种通岸式的开放，还是会对于重要的经贸活动做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我们相关的这些配套也大概专家们也都共识，也都接近于要都完整了所以我们不时会就说定案了，我们就跟大家来公告来。那渔船是不是副将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还蛮关心6月份那个渔船的部分。那渔业署在我们上个礼拜规划完成之后，那农委会也决定不足的部分他们会来补贴一个人一个房间每天会有1000块的补贴嘛那所以再加上这个交通部原来防疫旅馆的1000块，那我相信这样船东要落实跟做得到，都已经
越来越，它分担的这个部分就会比较轻哈。那所以这2天呢，他们也分别到南部跟东部去跟相关的渔船公司都去做沟通，那也都得到这些渔船公司的支持。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5月底6月初开始这些远洋渔船回到国内，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配合。那一部分的人在船上1人1室的这个居家检疫，那其他的渔船的这个渔工的部分、船员的部分，就是落实到防疫旅馆去，也都是1人1室来做居家检疫。那我们相关的机关大家会一起来配合，包括地方的这个民政体系也会去做居家检疫的这个关怀。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指挥中心家下呢就宣布讲，也下已经又有一个好消息，连等12日也是无确诊病例，韩国呢国内连等37日都无新增加本土的确诊病例嘅，故此呢也真是一个好消息。现时基础隔离嘅，因为看到有403人基础隔离嘅。韩国呢陈时中指挥官呢佢家下就用一则真神奇嘅形容，而就会讲也下台湾嘅疫情较缓呢，故此接下来要准备嘅就是期末考。期末考就像一场考试用嘅，而咧学期呢接下来进入到青年阶段，期末考还是要注意要维持防疫新政范。我哋看到今日指挥中心也嘅记者会上有乜嘅重点，来为大家整理下。佢講一下就像一個期末考用嘅，接下來要全力來實行開發一個預防沙疫苗韓國相關嘅藥嘅。疫苗開發就會天天呢，亦都係臨床試驗一個階段嘅，故此呢，還係要盡實忙來變，希望會有疫情，將做嚟講，也把武漢肺炎嘅疫情將有可能會有一個控制下來。韓國呢講到，因為籌備差唔多到台灣，按部6點加下，一下當地嘅進行嘅係世界衛生大會 （WHO）。雖然講一下台灣竟然還係親密嘅階段，還係冇辦法收到一個邀請函。不過陳時中佢就表示講，一下對當地嘅情形都看起來，到底世界衛生組織 WHO 韓國 WHO 呢都親需要台灣，講到一個台灣嘅健保成就韓國亞擺防疫做到樣嘅，其實係真蠻受到一下國際上嘅肯定。故此呢，一下各國都講一種台灣經驗，大家就係愛來學、愛來肯定嘅部分。故此佢就講 WHO。佢需要台灣，韓國呢唔但唱係按呢，台灣需要 WHO 咩當需要台灣。另外嘅重點係有關作業咩？一嚟看到一個陳時中佢講，一下作業咩嘅台灣數量係樣嘅呢？佢講係咧當年嘅水位，故所也咪表示講，現時國內嘅作業咩數量多啦。南北會天天呢行向開放，本地係用全面愛來徵用整數樣嘅醫療用嘅作業咩，從亞種冇錯有的係橙色，有的係綠色、黃色、白色亞種當多。接下來呢，卻因為台灣亞下因為生產嚟到幾千萬隻嘅作業咩，接下來就會天天呢行向一個天日一天的日土來徵用一條作業咩。韓國呢，台灣占批嘅庫存量愛當年當啦。韓國呢，台灣咩有需要有力量做得來同其他嘅國家聽數，也就係台灣 can help， 台灣 is helping， 用一個作業咩來做到同其他國際很多國家來聽數。韓國一個要注意到嘅係國產國用，也係作業咩嘅部分。另外呢，我見邊愛帶鄉親朋友來關心，對國內嘅疫情來看到全世界。今邊嘅海外鄉親講疫情，因為帶鄉親朋友聽到一套南韓數年也偏有嘅鄉親朋友，佢當後生按做嚴萬賢。嚴萬賢呢，一下呢，佢係去到數年也偏來讀書，佢就有講到差唔多對年嚟講下，也偏南韓嘅疫情當嚴條。唔過接下來因為政府嘅防疫做到有監管，故所呢有啲位略略嘅改變，確診人數咪係上上下下。隔隔來看到，嚴萬賢佢係樣嚟講嘅。
2月中开始，韩国新冠肺炎嘅病例动不会差，不过韩国不断检查，老实施2公查3飞机的之下，差不多4月开始，单年增加嘅病例已经变动少咧。元旦平均嘅生发ក៏因為韓國4年30嘅年假出現變化，年假嘅數目幾久，以啥病例本人查出嘅同時有去壓點。喺韓國很多離台灣嘅所在嘅片有動到一個餐廳老壓點，故所勞基相關嘅病例稍稍增加動多。5月新年呢，截至勞基相關嘅病例。已經有8個嘅，故所韓國人個少起來。嘅同時，有去壓點嘅人冇按改，加上嘅病人去嘅係同志壓點。韓國人其實對同志冇按認同，故所政府動手，佢哋唔願去檢查，答應佢哋會唔掛名檢查。一陣韓國使用網絡上課，佢哋可以開學咧。又因為禮拜離台灣嘅時間，要延後開學嘅時間，還有對根本年開始，韓國要實施新嘅政策，假使要做捷運就要帶最難嘅，嘅同時寧夏動多，冇帶最難嘅就冇法度做捷運咧。受到疫情嘅影響呢，也下唔但像南韓，都當到國家係用一種遠距離同網絡方直接呢來上課嘅情形。故所呢，南韓老家下呢，嚴萬賢佢哋有講到嘅，南韓係用無窮樣分做一階段，繼續來恢復上課嘅情形。唔過呢，就係因為現時唔但像呢，同全世界中共家下指揮中心公布出來，全世界確診人數一下呢，有超過為483萬例。韓國呢，韓國嘅部分，南韓一下呢到一下清醒嘅數據，確診人數係111,078例，263人死亡。你看到也不為其實對1月咧，韓國1月嚟開始呢，也嘅南韓嘅疫情其實有下控制下來，就像家下嚴萬賢佢有提到，你看到一條線呢，你就會做得來比較一下。你看到亞嘅國會中心佢就有針對各國嘅確診數據，然後佢做出整理韓國統計。現在看到差唔多到今年嘅1月25日家下就開始南韓嘅疫情都冇發生，唔過你馬嘅時間開始逼出來嘅，差唔多亞嘅時間點係2月25日。故所你能夠看到南韓一片嘅疫情同2月25日開始一下增加動多。也係乜度多為乜嘅事情呢？也就係差唔多2月底，一直到3月，差唔多3月初家下，新天地咖啡鴉片呢，特別係到太陽鴉片呢，就逼出嚟全市感染。故作一下嘅南韓鴉片沙飛空，大家都係強嚇嚇嘅，尤其一下呢，有動到嘅新中、新土，就造成講一類車本一類，造成大規模嘅全市感染。故所呢，鴉片就疫情開始對外擴散下來。看到鴉片一條線疫情清高峰，也係時間點呢對下來就係到3月中，3月15幾日，南韓鴉片呢今日嘅確診數目是係來到為清高，今日確診人數就有7577例。唔過下來你就會看到一條線呢又開始天天呢上上下下，唔過就開始降大嘅。故所呢，也當中呢，南韓鴉片政府咪係對疫情有控制，故所呢開始有當到嘅防疫規範，開始有效果有見功。唔過呢，到為5月初23日頭嘅時間，又一下逼出嚟第一波嘅感染潮，也就係南韓屬於鴉片有件亞點嘅，按照梨泰院亞點嘅，就係因為呢有嘅櫃台層嘅後生人去到幾片料。三冇想到逼出嚟全市感染，你看到也博嘅嘅新聞報道。南韓梨泰院亞點全市感染有新嘅發展，南韓政府喺東區事件17日講出現2例第四台感染嘅病例。The two people went to a singing room or noraebang that was visited by Itaewon clubbers.
南韓政府講呢兩個案例看得出卡拉 OK、酒吧、保齡球館呢都有場所停出嘅 TPS 建議。好消息係，連2日真正加改片例搶摸到13，總統府才認知到南韓新聞檢測對象已經講大傳染風險，不過未見過杜某平圖之前，更怕還會有像安樣嘅感染。疫情控制下來，南韓國際學校女士2年提起未有小復課，各種先恢復，所有學校按順利6月初8會復課。天公爺也就是5月20日，人家還看到啊，南韓對天公爺5月20嘅日意思，就會教育方面就會天天呢恢復上課嘅。韓國廿拜呢來逼出天一拜嘅感染潮，就係因為南韓數年嘅亞嘅亞點嘅離太嘅亞點嘅，也就係呢人家下啲圖像看到嘅亞嘅就係離太嘅亞點嘅。當時呢，南韓嘅數年市長朴元淳佢咪有嚟表示過。對這時嘅意思呢，就是完全無條件，愛命令酒吧韓國所有嘅夜店嘅愛無限期關起來，就係講講要再個嚟逼出嚟，讓我一擺嘅感染潮。嗰種人士看到以前呢，南韓嘅部分要控制下來嘅，不過全世界國際嘅情形還係當厲害，大家防疫還係做唔得，要辦些海態。家下呢，陳時中指揮官佢有講到嘅，還係會維持防疫新食法。今日客家新新聞呢，就進行到鴉片，唔過呢，我來請你同大家來預告，天公爺就係5月20日，5月郎有一個總統、副總統第15任嘅就職典禮。天公爺客家新新聞呢，每位特別來製作一個特別嘅節目、特別嘅報道。本周2個團，第一個團呢，因為對9點到10點會有主播陳彥祖，佢會針對一個宣誓典禮來進行同步直播。另外，第二個團。10點起時，總統會來發表一個就職講言，一個理念呢會針對總統講言嘅內容來做行業隨口發言。提醒鄉親朋友，天公爺愛比平常時下早半點鐘，也就9點起時，就同明路巷來收看客家新新聞。大家要記得咯，天公爺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巷來關心疫情的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